大家好，歡迎收睇中山單車遊。祝大家新年快樂啊！今集係2026年第一集，又嚟迎接新嘅一年啦。今日係一個開心特別嘅日子，新一年嘅第一集就已經有幾位新朋友約出嚟一齊踩單車啦。而家去青茂同佢哋集合先，之後再慢慢介紹今日嘅行程。集合完畢啦，而家就正式出發。今日出嚟踩單車嘅人數，我自己都嚇咗一跳啊！總共有7個人，好耐都冇試過咁熱鬧啦。難得咁多人，今集又係新嘅一集。一於去飲茶，大家開開心心傾下偈，飲個茶食個包。今日我哋揀咗去中山三鄉嗰邊飲茶，來回40零50公里，輕輕鬆鬆享受今次嘅活動啊！而家踩咗10公里啦，終於入到嚟坦洲。而家由珠海入去三鄉，基本上只有一條路線選擇，就係經105國道穿過香洲大道同谷都大道進入。而家坦洲大道開通咗，今日就試下新路線啦。坦洲大道起好咗之後，就會成為坦洲交通大動脈，係連接珠海同中山重要嘅道路。而家離開坦洲大道，轉入去沙灘路，再去三鄉。啱啱就第一次踩完坦洲大道，整體嘅體驗都係好順暢嘅，路面好闊，路況好靚。咁就以後去三鄉就可以多一條路線選擇。嚟到三鄉酒樓嘅位置就喺順昌廣場隔離。今日總共踩咗51公里。睇返今次踩單車嘅路線，
由坦洲大道去三鄉，回程嗰陣就經105國道返去珠海。坦洲大道開通咗之後，咁以後踩入去三鄉就可以多一條路線選擇啦。今次總共食咗18款食物，總數478蚊。今次我哋7個人，人均大約68蚊。點心嘅種類都係平時常見嘅廣式點心，整體味道都唔錯，有80分嘅水平。最後有驚喜，就係佢哋個招牌菜剪刀叉燒，賣相雖然麻麻地，擺上台嗰陣啲叉燒散開一嚿一嚿，味道相當有驚喜啊！以為佢剪到一嚿一嚿就會覺得好難咬，但係食落去個口感係入口即化嘅，所以都係值得推薦嘅。最後就好開心啦！今日可以一大班人一齊踩單車去飲茶，希望下次約新年食飯都可以咁多人啦！今日踩單車去三鄉飲茶就到呢度啦，下次踩單車再見。